今日咧要讀嘅書咧係《納瓦爾寶典》The Almanac of Naval Ravikant。呢本書嘅主角咧 Naval Ravikant 咧係矽谷知名嘅天使投資人啦，哲學思考者。佢投資過 Twitter、Uber、Notion 呢啲公司嘅，但係更加重要嘅係佢唔只係一個會投資嘅人啦，佢係一個會思考點樣生活嘅人啊！佢喺社群上面分享咗好多關於財富、學習、幸福、人生選擇嘅諗法。後來有人將呢啲內容整理成一本書，就係《納瓦爾寶典》Part 1致富嘅思維框架。Naval 喺書嘅一開始咧就傾到點樣致富，但係呢度嘅致富咧唔係單純追求金錢，而係追求自由。佢有一句好重要嘅話咧，真正嘅財富係當你瞓覺嘅時候仲能夠持續賺錢嘅嘢。呢句說話嘅意思係財富應該來自資產，而唔係工資。工資咧係你用時間換錢。你停低落嚟就冇咗咯，但係資產譬如投資、公司、知識、內容咧，佢可以喺你唔工作嘅時候依然持續帶嚟收入。1.1財富 vs 金錢，好多人將財富同金錢搞混啊。Naval 話金錢只係交換嘅媒介，就好似遊戲裏面嘅積分。咁真正嘅財富咧係你能夠創造價值啦，能夠控制時間啦，能夠決定自己要點過生活。所以如果你追求嘅係多啲薪水，咁你只係換到更加多嘅積分，但係仲係困喺遊戲入邊。真正嘅財富係要你有辦法離開賽道，自己設計規則。1.2特定知識 specific knowledge。 Naval 強調一個概念叫做特定知識。乜嘢係特定知識呢？就係你因為熱情啊、興趣啊、好奇心累積起嚟嘅能力。咁呢種能力呢，人哋好難複製。比如話有人天生好懂人性，佢對產品設計就有敏銳嘅直覺；有人從小愛寫程式，最後成為開發高手；有人愛講故事，變成自媒體嘅創作者。Naval 話你唔可能靠普通知識致富喎，因為普通知識每個人都會，市場會將價格壓低。你必須揾到屬於你自己嘅特定知識，呢先至係不可取代嘅啟發啦。你身上有冇一啲人哋學唔嚟、複製唔到嘅技能呢？呢啲嘢呢，也許就係你未來最大嘅資產啦。1.3槓桿嘅力量。Naval 嘅另一個重點係槓桿。咩係槓桿？就係用同樣嘅努力放大你嘅成果。佢話傳統嘅槓桿咧係人力僱人幫你做嘢，後來嘅槓桿係資本啦，用錢幫你賺錢。咁但係呢個時代咧，仲有兩種最強大嘅槓桿啊，程式碼 code 媒體 media 寫一段程式碼啦，可以同時為上百萬人服務，錄一集 podcast 可以俾成千上萬嘅人收聽。呢啲嘢嘅共同點就話咧，佢哋零邊際成本複製啦，亦都即係話咧，你花一次力氣之後可以無限擴散，成本幾乎為零。1.4長期遊戲啦，咁最後一個咧就喺Part 1要講嘅係長期思維。Naval 嘅名言之一咧係Play long-term games with long-term people， 同埋長期嘅人玩長期嘅遊戲。咁意思就話咧，你唔好淨係短期利益。如果你淨係為咗快速賺錢，你會選擇錯誤嘅合作夥伴，做出錯誤嘅投資。真正聰明嘅人會去揾能夠長期信任嘅人，然後持續不斷咁合作。呢度嘅核心咧就於複利，無論係金錢嘅複利、信任嘅複利，定係知識嘅複利，都係靠長期堆搭出嚟嘅。Part 1收尾。小結一下，喺第一部分 Naval 話俾我哋知，致富並唔係追逐金錢，而係建立能夠帶嚟自由嘅資產。呢個靠嘅係特定知識，靠嘅係能夠放大嘅槓桿，以及一種長期思維。Part 2學習與思考。喺上一個部分，我哋傾到咗致富嘅思維框架，財富嚟自資產而唔係薪水，需要依靠特定知識與槓桿，並且要用長期思維嚟累積複利。跟住落嚟呢，我哋要行入 Naval 嘅第二個主題，點樣學習，點樣思考。2.1長期思維與人生遊戲。Naval 有一句被引用非常之多嘅名言 ：Play long-term games with long-term people。啱啱我哋已經提過一次啦，呢度再深入啲。喺生活中咧，你會遇到好多嘅選擇，要唔要合作，要唔要投資，要唔要花時間喺某件事情上。如果你只係用短期嘅角度去睇，你會俾眼前嘅利益誘惑啦。
但 Naval 強調咧，你要問自己呢個遊戲值得玩10年、20年咩？如果值得，咁你就要揀嗰啲能夠同你行長期嘅人，因為只係得咁福利先會發揮作用。舉個例子，假設你同一個朋友一齊做內容，做咗1-2個月，覺得流量唔高就放棄啦，呢個就係短期思維嘅。但係如果你哋能夠持續做5年、10年，你哋會累積粉絲、累積品牌，最後形成一個巨大嘅資產。所以學習嘅第一步其實唔係讀書，而係選擇正確嘅遊戲，並且願意長期投入。2.2閱讀最高效嘅槓桿。Naval 自己係一個極度熱愛閱讀嘅人，佢曾經講過一句說話，佢就係讀書係最好嘅投資，因為一本書可以壓縮一個人20年嘅經驗。諗下你花200-300蚊，花幾個鐘就能吸收人哋20年嘅智慧呢？呢個係幾咁高嘅槓桿。不過呢，喺 Naval 嘅閱讀習慣呢，同一般人唔係太一樣㗎。佢有3個原則：一，只讀自己感興趣嘅書。佢認為強迫自己讀完一本書係冇意義嘅，興趣先至係最好嘅老師。2，不必從頭讀到尾，你可以挑選同當下有共鳴嘅章節嚟讀，唔需要有一定要完成嘅壓力。3啦，重複讀值得讀嘅書，好書要一讀再讀，每一次都有新嘅理解。對我哋嘅啟發係乜嘢啊？好多人睇書抱住完成任務嘅心態，但係 Naval 提醒我哋，閱讀嘅價值唔係完成，而係轉化。你讀咗一本書，哪怕只係吸收一句說話，能夠改變你嘅人生方向，嗰本書就已經非常之值得。2.3獨立思考。Naval 嘅學習方式唔係只係吸收知識，更係訓練獨立思考。佢認為好多人讀書、聽課、睇新聞，最後只係搬運人哋嘅諗法，而唔係自己思考。佢嘅原則係讀書嘅目的呢，係建立自己嘅思維框架，而唔係記住所有細節。你要不斷問自己，我點解相信呢件事？盡量呢就避免盲目跟風啦，因為大部分人嘅意見呢都係情緒驅動嘅，而唔係理性推論嘅。舉例嚟講呢，咁當個新聞話某個產業要爆發嘅時候呢，你第一個反應呢就唔應該係大家都咁講呢，咁我都要跟進啦，而係要退一步諗下呢個產業嘅邏輯係乜嘢，需求喺邊度，壁壘喺邊度？咁我能夠理解呢個趨勢嘅底層結構咩？ Naval 講嗰句說話，咁如果你唔能夠用簡單嘅語言呢解釋你所相信嘅嘢呢，咁你其實冇真係理解佢。2.4學習點樣學習。 Naval 嘅另一個重要觀點就係學會點樣學習比學會乜嘢更加重要。喺呢個時代呢，嗰個知識變化太快，你今日學嘅技能5年後可能就落伍啦，所以佢建議我哋將個焦點放喺學習嘅方法。佢提到3個技巧：一，跟隨好奇心。當你對某個主題感興趣，你會自然而然想要鑽研，呢個比任何外部動力都強大。2，快速迭代，先嘗試再修正，唔好驚犯錯。學習就好似寫程式，不斷 debug。3，反饋循環，就揾到能夠俾你真實反饋嘅人或者環境，咁樣你先會不斷進步。舉個例子，如果你想學寫作，唔好先去買10本寫作書，而係先開始寫，然後把文章兜俾朋友或者讀者，收集反饋，再調整。咁樣嘅進步速度呢，比你光睇書快10倍啊！2.5知識同智慧嘅差別啦。Naval 最後提醒啲啦，知識啦 knowledge 同埋智慧wisdom 咧係唔一樣嘅。知識係外在嘅，可以讀書上堂獲得；智慧係內化嘅，必須透過思考、體驗、失敗，慢慢沉澱出嚟。佢舉例話，好多人識得健康要運動啦，呢個係知識，但係你真正開始運動，體驗到身體嘅改變，呢個先至係智慧。所以學習嘅最終目標唔係累積越嚟越多嘅知識，而係將知識轉化成智慧，真正融入生活。Part 2收尾，總結下喺學習與思考呢一部分呢， Naval 教我哋呢，要選擇能夠玩長期遊戲嘅領域，並且同長期嘅人合作。閱讀係最高效嘅槓桿，但要讀你有興趣嘅書，不必完成所有內容。學習嘅重點就係建立獨立思考，唔好盲目跟風。學習嘅方法呢，比學習嘅內容更加重要啦，要靠好奇心迭代反饋嚟進步。最後將知識轉化為智慧，呢個先至係人生真正嘅財富。
Part 3幸福與快樂。喺前面呢，我哋傾咗呢 Naval 嘅致富思維同學習方法，嚟緊要進入呢一本書最特別都最有力量嘅一個主題，幸福與快樂。好多人識 Naval 咧，係因為佢分享過點樣致富嘅智慧啦。但係更加深入嘅人咧，會發現佢真正嘅強大之處咧，唔在於錢，而在於佢點樣看待快樂。3.1快樂係一種技能。Naval 話快樂唔係目標，亦都唔係結果，而係一種技能。咁呢句說話咧，非常之重要啦。我哋大部分人咧都以為快樂係當我賺到錢、買到房、升官成功之後先會出現。Naval 認為嘅，如果你將快樂當成目標咧，永遠追唔到啦。因為當你達到一個目標，你會即刻產生下一個目標，然後繼續焦慮。所以咧，佢嘅哲學咧係快樂必須係一個你每日可以練習嘅技能。佢建議嘅方法咧就有冥想，每日花幾分鐘觀察自己嘅念頭，唔俾情緒牽住走，自我覺察。當你有慾望或者係焦慮嘅時候，先停低落嚟問自己，呢個係真係需要咩？練習放低，唔係去壓抑慾望，而係睇透慾望嘅本質。3.2消除慾望，而唔係滿足慾望。Naval 最常被引用嘅一句話就係慾望係你同快樂之間嘅契約。咁意思就話，當你許下一個願望，例如我要賺到100萬，喺你達成之前，你就係唔快樂嘅。呢個願望呢，等於你簽咗份合約，話喺得到之前，我先俾自己痛苦。所以 Naval 就認為真正嘅自由唔係得到更多，而係想要更少。當你能夠放低過度嘅慾望，你就能夠喺當下感到滿足。舉個例子呢，好多人呢，每日畫社群，睇到人哋出國旅遊、買名牌包，就會產生個比較心態，覺得自己唔夠好。但係呢一種嘅比較呢，永遠冇盡頭啦。你以為自己達到咗 A 嘅水平，即刻又會見到 B、C 比你更高。所以 Naval 嘅建議係少啲比較，少啲慾望，你會多好多快樂。3.3快樂嚟自內在而非外在。Naval 好強調快樂唔係嚟自外在環境，而係嚟自內在心態。好多人話咧，如果我換一份工作咧，就會快樂啦；如果我搬去另一個城市咧，就會快樂啦。咁但係實際上，你將自己帶到邊度，你嘅思維、你嘅情緒習慣，亦都會跟住去。咁所以，如果你唔先學識喺當下快樂，你無論換咩環境，都會重複同樣嘅唔滿足。佢舉過一個簡單嘅比喻啦，你喺海邊睇日落，如果你心中充滿比較同埋焦慮，你會覺得無聊。但係如果你能夠靜落嚟，專注喺眼前嘅景色，你會覺得嗰一刻係冇價嘅。3.4快樂與成功嘅關係。Naval 認為大部分人將人生順序搞錯咗，佢哋以為先成功先至會快樂。但係事實上，正確嘅順序係先快樂先會成功。點解？因為當你快樂，你嘅思維更清晰，創造力更高，人際互動更真實，呢啲都會比你更容易獲得真正嘅成功。換句話講啦，快樂唔係結果，而係前提。3.5點樣練習快樂？Naval 提供過幾個具體嘅練習嘅。1每日咧靜坐幾分鐘，觀察自己嘅呼吸，睇下腦中跳出啲咩念頭，唔好評價，只係睇見佢。2覺察慾望清單，將你今日最想要嘅3件事寫落嚟，然後問自己：如果我今日冇得到呢啲，我仲能夠快樂咩？你會發現好多時候答案係可以。3減少比較，每次你喺社群媒體上面因為人哋嘅生活而感到焦慮嘅時候呢，就提醒自己，咁唔係我嘅遊戲，我嘅遊戲係活出屬於自己嘅節奏。3.6最後嘅提醒， Naval 曾經話快樂係無條件嘅，當你放下條件，你就能夠快樂。我哋之所以唔快樂，係因為我哋一路話俾自己知，只有當某件事發生，我先會快樂。但事實上，你隨時可以選擇快樂。快樂唔係未來嘅結果，而係此刻嘅選擇。Part 3收尾，小結一下喺幸福與快樂呢一部分啦。Naval 話俾我哋知，快樂唔係結果，而係一種技能，需要每日練習。被慾望係快樂嘅阻礙，學會想要更少，比得到更多更自由。快樂咧嚟自內在，而唔係外在環境。快樂唔係成功嘅獎賞，而係成功嘅前提。Part 4實用心法同人生原則，前面3個部分呢，我哋已經傾咗。致富嘅思維框架、特定知識、槓桿、長期思維、學習與思考。閱讀啦，獨立思考點樣學習啦。幸福同埋快樂，快樂係技能，
學會放下慾望。咁嚟緊最後一個主題呢，我哋要睇下 Naval 咧留俾我哋嘅實用心法，點樣喺日常生活同決策當中真正運用呢啲思維啦。4.1點揀工作。Naval 話真正值得投入嘅工作係你熱愛嘅事，並且能夠同你尊敬嘅人合作。呢度有2個關鍵啊，一，做自己熱愛嘅事，因為只有熱愛先至能夠俾你長期投入財富嘅秘密，本質上就係長期加複利。如果你唔中意，撐唔到長期。二，同你尊敬嘅人合作，因為價值觀一致，先能夠避免爭執同消耗。合作就好似婚姻，錯嘅人會俾你付出巨大代價。4.2點樣投資自己。Naval 提醒我哋啦，最安全、最有回報嘅投資唔係股票，亦都唔係房地產，而係自己。佢建議3個方向：健康、保持運動、良好飲食、睡眠。因為身體係你一切嘅基礎資產。知識、閱讀、學習、探索新技能。因為知識係複利資產，會喺時間中放大。人際網絡啦，建立誠實、正直、值得信任嘅關係網。因為機會同價值成日透過人而嚟。Naval 曾經講過，如果你將時間花喺健康、知識、人際關係上，冇人能夠剝奪呢啲資產。喺4.3點樣做決策。Naval 嘅決策方式非常簡單啊，佢係好實用嘅。佢有幾條原則啦。一，如果事情好難做決定，通常答案係 no， 因為啱嘅選擇呢，通常直覺上呢就會感覺到對。如果你猶豫好耐，咁啊代表佢唔係最好嘅選項。二，選擇能俾未來更多可能性嘅決策，例如學習一項技能會打開新嘅職業可能性，建立健康會俾你未來有更多時間。三，避免後悔嘅選擇。問自己10年後翻轉頭睇邊個決定我會更唔後悔啦。呢啲原則咧看似簡單，但喺關鍵時刻咧能夠幫助我哋避免短期衝動。4.4對待金錢嘅態度。雖然 Naval 咧講咗好多點樣致富啦，但係佢強調一樣嘢，錢只係工具咧，唔係人生嘅最終目標啦。佢話啲人誤會咗，我並唔係教大家點樣賺錢，而係教大家點樣獲得自由。金錢能夠幫助你買時間、買選擇權，但如果你將金錢當作唯一追求咧，你會永遠唔滿足。所以正確嘅態度係用錢創造自由，而唔係用錢證明自己。4.5對待時間嘅態度。Naval 認為時間先係真正嘅貨幣，好多人花時間去換錢，但係忘咗時間先至係最不可逆嘅資產。佢提醒我哋學會話不，因為時間有限，必須專注喺最重要嘅事情上，唔好攞時間換錢，要用資產與槓桿創造價值。重視當下，因為未來係不可控嘅，真正能夠掌握嘅只有此刻。4.6關於人生嘅總體原則，最後呢，就 Naval 有一啲更係似係人生提醒嘅原則。一，簡單比複雜好，無論係生活、工作甚至人際關係，越簡單越容易長久。二，真實比策略更有力量。好多人花心思去算計，但 Naval 認為長期而言，真誠同正直先至係最大嘅競爭力。三，學會享受孤獨。佢認為能獨處係一種超能力，因為只有喺孤獨中，你先至能夠真正聽見自己內心嘅聲音，而唔係被外界噪音帶住走。Part 4收尾，小結一下呢 Naval 嘅實用心法，話俾我哋知，工作要做自己熱愛嘅事，並且同尊敬嘅人合作。投資自己係最划算嘅投資，特別係健康、知識、人際網絡。決策要用簡單原則，不猶豫，揀未來可能性，避免後悔。金錢係工具，唔係目標，時間先係最珍貴嘅資產。人生要追求簡單、真實，並且學會享受孤獨。結咩總結？我哋已經一齊走過咗納瓦爾寶典嘅核心內容，等我哋嚟快速回顧。一、致富嘅思維框架，真正嘅財富嚟自資產，而唔係工資，要靠特定知識、槓桿、長期思維。二、學習同埋思考，閱讀係最強大嘅槓桿，學習嘅方法比內容更重要，最終目標係把知識轉化為智慧。三、幸福同快樂，快樂唔係結果，而係一種技能，減少慾望，少啲比較，快樂就會更多。四、實用心法與人生原則，投資自己，重視時間，保持簡單與真實，做能夠長久嘅選擇。Naval 嘅智慧之所以能夠影響咁多人，唔係因為佢有幾多錢，而係因為佢活得好清醒。咁
佢把致富同快樂呢兩個看似矛盾嘅主題結合成咗一套完整嘅人生思維。點樣獲得自由呢？點樣 keep 到清醒啦？點樣活得快樂？嗱，如果你聽完呢一集呢，只係記住一件事，我希望係呢句啦：想要更少做更長期嘅嘢，同更值得嘅人喺埋一齊。呢個呢，就係《納瓦爾寶典》，亦都係我哋可以用一生去實踐嘅哲學嘅。